咩物仔，做咩要起早？侬起早，片面话，还有明日到这侬起早，片面话，侬蛋椒。蛋椒，装晒面饼，装晒面饼，晒面饼，晒面饼，炒油菜面锅加准，苍狼酱，苍狼酱，航海螺，大耶稣。弄短椒装晒面饼加种苍狼酱，航海螺大耶稣。弄蛋就是天亮的，椒这是枣，就是一大枣，装晒面种这个，晒面饼就是种这个，它是晒面就是这个木石掌，就是这个掌，加种禾具苍狼姜就是商量成了。航海螺大耶稣像河样，白就是打就是杀 kill， 打就是杀的意思。像怎么样来杀耶稣呢？弄蛋椒装晒面饼，加种苍狼酱，航海螺大耶稣。怎样来杀耶稣呢？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。背呀哈，背着船长民族都朋友，照能罗马杯，人用自茶肉，杯子老钢杯罗杯啊。